第三話三。不過現在不同了，我果然是愛他的。不僅如此，現在對於回到過去，日香里已經不再迷惘了。我還有想確定的事。他下定決心，再度把外套掛在椅背上，坐了下來。等了一會兒，素就從廚房走回來。他一面替咖啡續杯，一面說明除了現實無法改變之外，還有其他的規矩，只能見到來過這家咖啡店的人。要回到過去，必須坐在某個固定的位置上。就算回到過去，也無法離開座位自由移動。雖然這些規矩很麻煩，但並不算困難。然而，只不過有一個規矩卻讓他很是驚訝。幽靈嗎？坐在最裡面位置上穿着白色洋裝的女性，竟然是幽靈。一瞬間，他以為是在開玩笑。是的，要回到過去的話，必須等他去洗手間的時候才行。日香里望着面色如常繼續說明的素，一時啞口無言。明明看起來就不像是會開玩笑的類型。不過既然都能回到過去了，有幽靈存在也不奇怪。只不過就算接受有幽靈這件事，洗手間，幽靈還要去洗手間嗎？不管怎麼想，都想不透幽靈為什麼要去洗手間。搞不好素還會一本正經地說，騙你的也說不定。日香里疑惑地直盯着素的臉。是的，他每天都一定會去一次洗手間。請你趁那個時候坐到那個位置上。素不為所動，利落地說明，完全不在乎日香里的訝異、懷疑和動搖。由於白衣女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去上洗手間，因此只能一直等。就算關店之後也可以繼續待着。店裏有3座落地鐘，但顯示的時間都不一樣，只有中間那一座的時間是正確的。現在剛過下午5點，中間的落地鐘咚咚響了5次。那我就等吧。日香里說完，伸手拿起剛倒好的咖啡。日香里平常都喝即溶咖啡，或是市販的掛耳。他覺得這裡的咖啡味道完全不一樣。跟楊義一起來的時候確實也喝過，但他已經完全不記得了。當時顧不上那麼多。他抬眼剛好可以看見穿着白色洋裝的女人。他一直默默地看着書，不時還會翻頁。他可能真的在看，那麼他知道自己在看什麼嗎？幽靈也會覺得好看或是不好看嗎？日香里對眼前的白衣女子很感興趣。你在看什麼書呢？日香里不由得開口詢問白衣女子，她並沒期待回答。當然，白衣女子也沒回話。要小姐喜歡看小說。答話的是劉。原來幽靈有名字。不過，日香里更感興趣的是，她喜歡小說。小說？是的。怎麼知道他喜歡小說呢？因為他生前劉吞下即將出口的話語，然後好像很尷尬似的抿着嘴。日香里隨着他的視線瞥向旁邊的素，似乎是在意他的反應。日香里沒聽錯，是生前。這樣的話，稱呼她為要小姐也可以理解了。
白衣女子跟這家咖啡店是有關係的人物，從劉的反應就知道，這是個敏感話題。只不過人越知道有秘密，就越感到好奇。那位要小姐是什麼人啊？日向里正開口詢問時，啪嗒，書本上的聲音傳來。白衣女子毫無聲息地靜靜站起來，日向里忍不住畏縮了一下，站起來了。說是幽靈，但是她有腳。白衣女子從縮成一團的日向里身邊走過，連腳步都悄然無聲，然後消失在玄關口右邊的洗手間裏。位子空出來了。啊！不知何時，素已經站在他面前。日向里的注意力完全在進入洗手間的白衣女子身上。你要去坐嗎？當然。日向里結巴地大聲回答。既然如此，在你坐上那位子之前，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規矩，必須跟你說明。還有一個重要的規矩？是的。日向里雖然十分在意白衣女子的身份，只不過現下回到過去見楊義更為重要。是怎樣的規矩呢？日向里停頓了一下問道。坐上那個位置之後，我會替你倒咖啡。咖啡我已經在喝了啊。日向里指着面前的咖啡杯，是另外的咖啡。這樣啊。日向里到這家咖啡店之後，已經喝過一杯咖啡了，第二杯才剛剛喝了一口。既然續杯了就要喝完，不能浪費。第三杯，他並不討厭咖啡，但連喝三杯也實在有點膩。日向里面無表情地輕聲嘆了一口氣。所以是？他想知道是什麼規矩。你回到過去的時間，只從我將咖啡倒進杯子後開始，到這杯咖啡冷掉時為止。請一定要在咖啡冷掉之前全部喝完。冷掉之前喝完嗎？日向里伸手觸摸眼前的咖啡杯，續杯之後大概過了5-6分鐘，現在還是溫的。完全冷掉還要再過幾分鐘吧。也就是說，回到過去的時間大約是15到20分鐘左右。這樣應該足以接受楊義的求婚，然後再回來。日向里在心裏這麼盤算着。我知道了。他了解地說道。說是重要的規矩，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他反而覺得現實無法改變的問題比較大。總之，只要在咖啡冷掉之前全部喝完就好了吧。日向里很爽快地接受了這條規矩。在冷掉之前喝完很簡單啊。日向里拿起第二杯咖啡，喝了2口確認一下，還不算冷，也沒熱到一口氣喝不完。特別提經說要在冷掉之前喝完，是因為會有人喝不完嗎？順便問一下，沒喝完的話會怎樣？他突然想知道後果。要是沒喝完的話，素含糊地沒接下文，沒有立刻回答他的問題。沒喝完的話會怎樣？怎麼回事？日向里皺着眉頭等待揭曉。你就會變成幽靈，一直坐在這個位置上。
日香里驚愕地望向白衣女子走進洗手間的方向，然後像慢動作般地轉頭回來看着素。素依舊淡然面無表情，只默默地凝視着白衣女子。不是變成幽靈的女子所坐的位置，這不就要賭上性命嗎？沒想到回到過去的規矩存在着這麼大的風險。日香里腦中突然浮現出一個重大的疑問：在咖啡冷掉之前，這個定義太曖昧了吧？日香里再度摸了摸眼前的咖啡杯，確認溫度。咦，的確比剛才摸的時候變涼了不少。幾分鐘之前還是溫熱的，現在已經冷掉了。騙人的吧？這才過多久？突然之間，他不確定咖啡到底要到怎樣的程度才能算是冷掉。用手觸摸杯子覺得冷，就算嗎？說是冷掉的咖啡，但如果是夏天的話，應該還算是溫的吧？他不禁遲疑了。你打算怎麼樣呢？素平靜地問道。這個問題沒有抑揚頓挫，但他的意思是可能會變成幽靈也說不定。那麼，你還是想回到過去嗎？日香里知道他是在強調這一點，也了解同時是在提醒自己，要回去就請趁現在。這是最終確認。聽他這麼說，日香里再度整理自己的心情，決定回到過去的理由有兩個。首先，確定楊義說有喜歡的人這件事是真的，還是假的。另一個理由則是，就算真的喜歡上別人，那對當天求婚的楊義來說，也是未來的事情，根本冇所謂。所以為了楊義，他打算要接受求婚。我想好好告訴他自己的感情，這是為了日香里自己。不過變成幽靈的話，風險太大了。雖然只要在冷掉之前喝掉就好，但到底怎樣才算是完全冷了？這種曖昧的規矩讓人害怕。要是聊得忘了時間，錯過從快冷了到冷掉了的溫度差異，是很有可能的。這個溫度差可能是0.1度，也可能是1度。日香里越想越覺得沒有答案，但是現在不回去，可能只會更加後悔。他下定決定一口氣喝掉眼前的第二杯咖啡。哇，果然已經冷了。日香里望着空的咖啡杯，到底是幾度不知道。即便如此，他仍然明白這杯咖啡冷掉了。果然冷掉的時間比想象中還要曖昧且短暫。此外，自己的時間感認知跟實際上也有很大的偏差。時間並不是絕對的，可能是相對的也說不定。只要捧着咖啡杯，覺得開始變溫了，一口氣喝完就好。這是日香里千回百轉後的結論。我想，他停頓了一下，將咖啡杯放回碟子上，慢慢站起來。再見他一面，見到他，跟他表達自己的感情。日香里將心裏話說出來後，塵埃落定。我不想再後悔了。雖然在心裏給自己編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回到過去，但其實根本就不需要。即使有風險，還是想跟楊義見一面，只是這樣而已。我明白了。訴說完，
轉身回到廚房。我可以坐那個位置嗎？日香里對着站在櫃檯後面默默不語的劉確認道：請。劉輝着手示意。日香里咬住嘴唇，站在能回到過去的座位前面，感覺自己心跳加速，難以想象坐在這個位置上就能夠回到過去。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。日香里慎重地把身子移到桌子和椅子中間，慢慢地坐下去。什麼事情也沒發生啊！這張椅子坐起來，感覺跟其他椅子並沒有什麼不同。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不一樣，那就是椅子感覺比較涼。啊，不對，不光是椅子。冷靜下來之後，就能感覺到這個桌位仿佛被寒氣包圍一樣。幽靈坐着的位置，這麼一想，頓時覺得背脊一涼，搞不好會變成自己坐在這個位置上。日香里閉上眼睛，搖頭甩掉一瞬間浮現在腦中的負面想法。素從廚房走了回來，手上端着一個放着銀咖啡壺和純白咖啡杯的托盤，站在日香里正坐着的能回到過去的座位旁邊，先切掉白衣女子使用過的杯子，然後再把新杯子放在日香里面前。可以了嗎？我要為你倒咖啡了。好的。回到過去的時間，只從我將咖啡倒進杯子後開始，到這杯咖啡冷掉時為止。知道了。剛才說明的時候，他以為咖啡冷掉的時間是15到20分左右。當知道沒喝完的風險之後，他的想法改變了，頂多也就10分鐘。不，他感受到必須盡快喝完的壓力。這時，素在日香里面前拿出一根攪拌棒似的東西，大約長10公分。日香里疑惑地望着素，這是什麼東西？